Hello，各位聽眾或者觀眾，大家好。雖然我唔知呢條片有冇人睇，Hello，我係 Ben。咁啊，應承過大家每日啦，雖然我唔知大家會唔會知啦，每日我都會盡量出大約10零分鐘嘅一個 YouTube 啦，咁同大家分享翻少少每日睇嘅新聞啊，或者一啲熱門嘅時事同大家分享啦。今日咧啱啱好5月11號咧就係中年好聲音3嘅決賽啦，咁我都黐下啲流量，雖然我唔知有冇人睇嘅呢條片。但係其實咧，我想即係都好恭喜晒黃渤啦，就攞到冠軍。因為其實我聽佢第一次喺比較早期嘅比賽咧，唱我歌故我在嘅時候咧，咁我都已經好震撼，佢把聲真係好靚嚇，真係好靚嘅。咁所以都即係都恭喜佢可以攞到冠軍啦呢樣，因為佢把聲真係好靚好靚好靚，我都唔知點講，真係好靚一句講晒就。咁第二名嘅張雨晨啦，佢唱情人咧，今日係喺呢個嘅決賽入邊咧，真係好驚訝到我，哇！真係幾好聽喎咁樣。但係當然佢攞亞軍啦，咁另外劉洋就攞咗季軍嘅，咁其餘嘅參賽者都好開心啦，佢哋都所有嘅賽事或者叫旅程啦，暫時都叫圓滿完結咗啦。咁但係其實咧，我自己就想用唔同嘅角度去講下呢個比賽咁受歡迎嘅。咁你話入邊中年好聲音決賽當中嘅人物，我就唔特別講啦。反正我想講下呢個比賽或者呢個現象，因為中年好聲音咧由1、2、3我都有睇嘅，咁啊冠亞季或者其他參賽者我都有去睇佢哋嘅表演啊等等嘅嘢啦。其實一個節目咧可以咁長期咁做咧，一定有佢過人嘅原因嘅。中年好聲音咧比較專門係針對35歲或者以上嘅人啦，去即係追夢啦。去參加比賽啦，去表達翻自己咁樣啦，追尋夢想咁樣啦。所以我自己即係我自己咁講，我唔知啱唔啱咧。即係可能佢比較嘅受眾都係比較年長少少嘅人，可能35歲或者以上啊咁樣啦。咁當然咧，會唔會年輕人都有睇？當然都有，但可能未必話咁熱情啊等等嘅嘢啦。其實一個節目頭先都講啦，能夠受歡迎，一定係受眾一定要多，一定要多先。咁當然亦都賺到錢啦，咁啊受眾多自然係賺到錢啦，賣廣告啊、出埠啊、開 show 啊，咁啊多人睇梗係賺到錢啦。35歲以上嘅針對嘅對象，無論係參賽者定係觀眾都係嘅。其實佢能夠喺香港啦，都叫做咗3季，甚至今晚都講下第4季，一定係個人之處，一定係多受眾啦。其實係咪側面反映到人口老化對我哋嘅社會嘅影響咧？你點解咁講咧？因為以往咧，我哋好多時覺得哇，35歲以上已經係比較係社會嚟講叫年紀大少少啊，中年少少，比較係開始係唔係追潮流或者唔聽歌嘅人嚟㗎咯喎？會唔會係呢啲嘢咧？未必係最熱誠啊、最熱衷嘅人咧？而家反而唔係喎，你可以睇到咧，無論好多歌星啊、明星啊，甚至可能好多娛樂圈嘅藝人咧，佢哋嘅 fans 好多時可能都係35歲或者以上嘅人喎。反而即係年輕人追求嘅 fans 或者偶像已經成為咗社會嘅少數。其實係咪側面少少睇咗，我哋人口開始係老化咗咧？就係因為人口老化而導致到個受眾多咗，我哋需要為呢堆越嚟越多嘅受眾提供佢哋中意睇嘅嘢咧，係咪可以咁講咧？所以呢個節目叫長做長有咧。喺呢個比賽入邊啦，大家可以聽到好多嘅歌，其實都係比較舊少少嘅，可能啲英文歌啊、廣東歌啊、國語歌啊，唔同嘅歌曲都好。你話係最近呢10年嘅歌，其實真係唔多。你話對上比較熱門，即係比較多啲人唱咧，已經係2001X 年代嘅歌啦，已經開始係或者2020啊、2000啊、1990幾啊、1980幾年啲歌啦，會係1970幾都有啦。其實某程度上，佢哋當中嘅選曲都係針對佢哋嘅受眾嘅啫嘛。佢哋嘅受眾係可能係比較年紀比較大啲嘅，揾翻一啲佢哋當時聽過嘅歌，有 feel 啲嘅歌去參加比賽，引起話題、引起流量，呢個好正常啦，係咪先？所以其實有人話人口老化呢樣嘢係咪影響緊社會？係嘅，好明顯。特別係呢個嘅比賽，大家會睇到
無論係參與者又好啊，受眾都好啊，甚至睇嘅人都好，我唔敢講話呢個，我唔敢話好肯定同你講呢個比賽好震撼全城，但係一定係起碼多人知先。喺啟德搞得都唔會太差啦，係咪先？反而你話比較啲針對年輕人嘅比賽或者一啲嘅節目，可能已經慢慢變咗係小眾啲㗎咯喎。我唔知咁講啱唔啱咧？所以其實人口老化呢樣嘢，除咗可以反映喺我哋嘅教育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叫做年輕人產品嘅行業之外，其實娛樂產業都已經係影響緊㗎咯。OK，咁除咗人口老化呢個點我想提出之外咧，就係我都想講就係佢哋揀嘅歌咧，唔知點解無論大人細路，我唔敢話真係細路啦，可能係廣大嘅受眾咧，都係有啲共鳴喎。所以我想提出呢一個我自己頭先諗到一個 point 咧，叫集體共鳴感。咩叫集體共鳴感咧？就係呢首歌或者可能某一啲戲，好多人都有一齊睇過，咁先有共鳴噶嘛。而呢種共鳴咧，我想再升華佢成為集體共鳴感，就係一社會入邊越嚟越多接近嗰個層次嘅人，佢哋對呢樣嘢有共鳴嘅，呢樣叫集體共鳴感。集體共鳴感頭先都講過啦，就係一堆人去睇同一套戲、同一套電視劇或者聽同一首歌，你先會可以慢慢培養到噶嘛，係咪啊？冇理由係，其實唔係一兩個月可以做到，起碼要係10年、20年先做到嘅。但係我會咁睇，近呢幾年好多人咧會覺得，哇，點解香港或者好多社會上世界入邊經典嘅娛樂嘅製成品或者娛樂作品好似少咗咁多嘅？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唔係話少咗好嘅作品，我覺得重點係娛樂多樣化咗，導致到幾好嘅作品都好，都可能睇嘅人係少咗，少咗人睇嗰樣好嘅嘢，咪自然少咗共鳴感咯。好多時好多戲、好多歌或者好多電影，其實唔係我諗咁講啦，唔可以話完全係100%完美嘅。但係因為佢睇嘅人多咗，了解嘅人多咗，導致到大家約定俗成，慢慢會產生一個共鳴感，而慢慢覺得佢係經典嘅喎。好多戲都係嘅，或者好多歌都係嘅。初出嘅時候咧，俾人係踩話爛片，唔好聽，唔好嘅，唱乜啊？但過咗10年、20年之後，會變咗經典喎。點解咧？就係因為嗰個作品喺嗰堆人入邊，即係同一堆人入邊咧，比較大一堆人入邊，不停咁樣隨時間發酵咗，呢首歌就變成經典，呢套電影、呢套劇就變咗經典。所以其實咧，我會咁睇呢個節目，亦都引申咗一樣嘢，就係點解佢哋唱咁多歌都係比較叫做以往啲咧？就係一個受眾佢哋嗰個時代有集體共鳴感，而導致到受歡迎咯。所以其實咧，娛樂產業喺咁多 AI 啊、電腦特技啊，或者係可能一啲科技協助之下，點解產生唔到更加多可以咩膾炙人口啊，或者唔可以話好經典嘅作品咧？我諗其實重點，我覺得啦嚇，可能真係娛樂多樣化咗，導致到睇啊、聽嘅人分散咗。當好嘅作品只係得少數人去睇過、聽過嘅話，大家冇咗一個社會嘅共鳴感嘅話咧，其實嗰樣嘢就算幾好都好，發酵嘅人唔夠多咧，佢都唔能夠成為經典，係嘛？即係大家可能大家會睇周星馳嘅電影，會覺得哇好經典笑片，除咗真係好笑之外，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啦，都可能係源於佢以往。即係源於以往啦，人嘅娛樂嘅途徑少啲，所以大家都叫睇過嗰套電影
係咪啊？對佢入邊嘅啲笑位啊，你覺得好熟嘅，你一講已經知道啊。例如可能你講呢個007入邊係講咩嗰個十大武器，文西嗰個十大武器，你一定係知咩接凳啊，咩接凳嗰啲，你一定識講噶啦，係咪先？噏都噏到個接凳啦，所以我而家就飛機都噏到個接凳啦，係咪先？甚至可能你話喂，嗰對鞋係當風筒啊，當個蘇跑嘅，大家我諗都睇過啊，聽過啦，都記得啦。就係因為當時嘅娛樂啦比較單一化啲，所以呢套電影你電視一定睇過，因為當年你係會睇電視噶嘛。電視一播得多人睇咗，不停咁發酵就會成為經典啦。或者可能我哋講嘅西遊記啦，星爺嘅西遊記啦，都係嘅。係咪咩牛魔王啊、鐵線公主啊、唐僧啊呢啲咁經嘅角色，就因為大家都喺電視睇過。第一部你睇電視，第二佢經常播，導致你真係噏得出嗰個笑位嘅。所以而家就係 YouTube 咧，好多人睇翻都覺得好笑嘅。我覺得會係大多數人開始有咗慢慢產生嘅共鳴，慢慢隨年月發酵，又多人就變咗共鳴，所以先為經典咯。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即係而家娛樂產業咧，或者娛樂作品咧，其實都受到兩個挑戰。第一個就係人口老化，呢個都好直咁講啦，係嘛？大家就算中學生都講 aging population 啦，已經。其實我哋新一代嘅製作人或者新一代娛樂產業嘅從業者啦，究竟點樣可以適應到受眾係可能年紀會慢慢大嘅？而製造一啲佢哋會中意嘅娛樂節目咧，所以其實大家你會睇到好多啲舊嘅明星啊、舊嘅歌星、上一代嘅歌星啊、明星一出翻嚟開 show 一拍劇，大家都會有話題有個 topic 噶嘛。反而你話新進嘅歌手，可能佢哋真係會比較難少少獲得到個共鳴感，因為始終娛樂多樣化咗。係咪啊？唔同以前一定要上 TVB 做節目，個個都睇嘅，或者點樣嘅，佢哋可以喺唔同嘅平台出現，當然梗係好啦。但係亦都係分散咗觀眾注意力嘅，即係今日你應該睇咩台，嗰日睇咩台，其實唔同以前一開就一定係 TVB，一定睇 TVB，咁唔識都播都識啦，係咪先？所以其實下一代嘅或者新一代啦，我有少女嚟咧，因為我眼瞓，而家我通常6親都點零2點鐘嘅都係。就係咁點可以適應到真係喺人口老化或者係大家年紀平均歲數都比較大嘅社會世界入邊，製造一啲啱呢個年紀慢慢增長嘅社會去睇嘅嘢咧。第二啦，就係點樣培養集體共鳴感？因為始終娛樂產業多樣化咗啦，我成日咁講，或者我俾咗好多少少嘅例子俾你啊。大家。雖然我唔知我有冇觀眾睇我呢條 YouTube channel 啦，但係其實回想翻喺大約20年前啦，我諗大家個個都坐巴士嘅，都坐過巴士啦。喺巴士入邊咧會有部電視機嘅，上下層都有電視機，係播 road show 嘅。諗大家，咁 road show 咧每一次咧都會有啲廣告啊，會有啲歌啊，係咪啊會播噶嘛？咁大家喺嗰陣時冇手機玩噶嘛，你一係就睇風景，一係就 read books 係咪？即係我哋叫 read books 啊嘛。一係咧就溫習，一係咧就溫習溫唔到嘅，你頭暈嘅會，都係睇嗰部電視啦。咁你睇電視咧，一定認得個主持人嘅，係嘛？甚至佢入邊播嘅廣告，可能大家都記得。甚至咧，我誇張到我係記得個電視係灰色框嘅，係灰色框嗰部電視仲厚厚地嘅，即係佢唔，所以佢係 LCD 厚厚地嘅。呢種咪集體共鳴感咯。當大家喺同一個時間入邊，你都只能夠專注，唔好話專注啦，即係你都係睇嗰樣嘢嘅時候，就會慢慢有共鳴。我一講，可能大家即係比較年長嘅朋友都知道發生緊咩事啦。或者喺未有 MP3 或者可能未有 YouTube 嘅年代，或者未有智能手機嘅年代啦，行街咁大家即係唔會點聽歌啊嘛，你冇 YouTube 係咪先？你帶個 MP3 咁呢啲歌播嚟播去都係嗰啲嘅啫。嗰陣時咧行街咧，一定有啲鋪頭播歌啊，定係播啲歌嘅。我最記得咧，我有印象中啦，真係最多人播，即係我自己仲記得啦。周街我成日都聽到，我嗰陣時聽到嘅歌好多就係《喜帖街》，我好記得嘅。就算你唔識唱晒成首都噏
噏到兩句啦，忘掉愛過的他，係咪啊？當初的喜帖更撲印着那位他，係咪？你都噏得早兩句啦，係咪先？但係而家唔會噶啦，而家大家可能行街一耷低個頭碌手機，一定同埋碌手機時通常戴個耳機，就算唔播嘢都要戴個耳機嘅。咁你有冇聽到鋪頭播咩歌咧？我諗都唔會點留意啦，係嘛？所以啦，以前鋪頭行街嘅時候播嘅歌，其實都係製造一個集體共鳴感嘅一種方式啦，或者途徑啦。而家冇咯，而家第一大家唔聽啦，第二可能好多鋪頭都唔播歌啦。因為點解咧？我唔記得咗係咪會捉版權，我唔記得啦。但係咧，當時咧，我諗版權呢啲我唔特別深究啦，我唔識啦。但係真係娛樂多樣化咗，真係導致到經典少咗。我唔敢講話而家嘅歌係真係冇咁好，我諗應該係受眾冇咁集中，冇咁多人一齊去聽同一樣嘢，而導致到真係冇咁唔夠個時間去醖釀經典。經典呢樣嘢，除咗真係嗰個叫做質量嘅醖釀之外，其實人嘅對於佢嘅喜好，對於佢嘅感受嘅培養或者孕育，其實都好緊要啊，係咪啊？咁所以就希望同大家帶到呢兩點啦。因為我自己唔係咩好嘅歌曲唱歌人，你睇下我頭先唱兩句，我都差唔多走音咁滯啦。咁我都唔係啲好唱歌好聽嘅人，我都唔敢講大家即係佢嘅歌藝，佢哋唱歌點揾一個都好，是但一個都好過我。但係我會即係作為一個普通人啦，年紀有翻少少啦，我希望帶到兩個諗法俾大家，因為我諗以後呢啲比較集中於比較年齡層比較大嘅節目，應該係會越嚟越多嘅，會越嚟越多嘅。咁所以我諗大家喺我哋呢個世代都可以慢慢多啲留意咯，因為其實我覺得每一樣嘢背後一定有發生嘅原因，只不過就係我哋睇唔睇到嗰個原因好緊要。OK，好，咁我係阿 Ben，咁我夜媽媽同大家分享嘅睇完中年好聲音而令我有嘅反思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咁如果大家覺得 OK 嘅，都唔該俾個 like 我，咁我可以咧就同即係可以令到呢條片多啲人睇到啦。咁同埋最緊要我希望咧都可以訂閱下我，撳個掣喺下邊撳個掣就得噶啦。因為點解咧？我想儲夠50個訂閱咧，我可以開到手機直播。因為我而家每一次都係用電腦直播，其實有少少麻煩嘅。咁啊，多多大家唔好吝嗇下邊嘅訂閱掣啦。咁同埋第三咧，就係如果方便嘅都可以將我呢條片 share 俾你嘅朋友聽，因為我盡量啦，每一日都希望有10零分鐘同大家分享，好冇？咁就聽日再見，拜拜。